素食现在也很潮哦，它不仅可以为地球做环保，也可以环保我们的身体，对身体很健康哦。现在要介绍的这道菜是台式椒盐小卷，食材有金针菇、脆酥粉、海苔、中筋面粉，还有椒盐粉。大家好，我叫刘宗宪，现在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台式椒盐小卷。首先，我们要先来调面糊。我们的面粉，我使用的是中筋面粉，还有水，我们要把它调成面糊。水的话，我们要采用冷水，不能用热水哦。用热水下去的话，它会熟成，调成浓稠状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我们把金针菇买回来以后，把脏的地方切掉。那这个菇买回来是不用洗的哈。来，我们现在先把金针菇把它抓成差不多这么大的大小。然后拿一片海苔，这个海苔本来是一大片一整片的，剪成长超过10公分，宽2.5公分。那海苔哦，各位同学记得海苔它有光滑的一面跟粗糙的一面，我们包的时候是采用这个粗的这一面。来，我们现在沾上面糊，些许的面糊，把金针菇放上海苔，然后卷起来。各位同学记得哦，要把它卷紧，不然你在炸的时候它会松开，整个海苔会剥落哦。这样就是我们的小卷，尾巴不要吐出来太多，就是把它用平，这样它的观感才会好看。再来，我们就是把酥炸粉把它调成糊状哦，加着这是冷开水哦，不能用那个热的哦。水的部分我们都慢慢加，不要一次加太多。好，现在我们面糊打好，它的浓稠度是很浓稠的。来，现在我们准备油锅哈，油锅的温度大约是在160。怎么看油温的温度呢？我们用一点面糊下去，有没有？它还没到下面就马上浮起来了，这代表到油温已经够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把金针菇包海苔的地方的部分啊，沾上我们的酥炸粉。把它裹均匀以后，轻轻的下锅，要注意不要去烫到哦，因为它本身都是还会有水汽。再下，一边炸一边翻一下哦。我们会先炸第一次，不要炸太熟，让它定型以后，我们会炸第2次的部分要抢酥哈。这再炸起来，你看就像我们的小卷一样。好，现在我们第一次初步完成了。我们现在油温大约是在180，来，现在炸第2次做抢酥的动作。下去的时候，我们用夹子轻轻的把它拨开、拨动，让它受热平均。然后我们怎么看它快好了呢？看它的金针菇，这个须须已经到金黄色，甚至有一点微黑的时候，那就快好了。然后要起锅前，现在就要开大火。我们可以加入适量的9层塔，还有我们的些许的干辣椒。下我们的9层塔跟干辣椒后，大约差不多6、7秒，就可以捞起来了。撒上我们的椒盐粉，薄薄的就好，因为本身海苔它本身有它的香气，还有带一点咸味。台式椒盐小卷就完成了哦。